去查进步，去查进步，因为咱修行学道受经书一指，较互咱知影生死的门户、灵性出入的所在有行。那对了着咱的即个经验，为何要修行学道呢？当然所了解也会使讲是真少。所以讲呢，咱若无了解修道伊的宗旨甲意义。有当时啊咧，讲食菜亲像有咧无草饭，无法度人真正咧去家己体会。咱必定爱借着学习，慢慢来了解圣者伊拄在经典上伊真正意义伫啥物所在，咱才会当借着学习，爱当慢慢来了解体会，安尼咧，才印证了着咱今日去修行学道。伊的需要性，那当然讲到修行，伊是讲起来，修行不过是要了决生死，修行毋是为着福禄寿，这咱一定爱了解，所以讲咧，迄天或是叫咱立法组长去贺处去找妹妹。当然妹妹咧，对了着即个即个英文做好啦，修行学道咧，嘛会使讲是真正有迄个学习，搁有了解。所以讲咧，伊嘛真肯定啦，讲咱人会当无修行。讲以前咧，讲一句话甘得，做人。会当无修行，所以这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咱要去了解，为什么咱要拜诸天神圣诸佛菩萨？咱诸天神圣诸佛菩萨，伫伊成道以前，伊就是人嘛，那么人为什么要去修行？我们这咱爱了解，咱爱了解，无咱有当时咧拜，变成业好对拜。咱毋知影，伊为何伊会成就，为什么伊要成就？所以讲咧，咱会当去家了解生命伊的即个重要核心是伫对一条。因为咱拢知影，身躯咧能够食无灵苦，但是灵性是不生不灭啦。唯有要了脱了生死，就是一定爱修行学道。无修行学道咧。当然，佫是讲咱已经有找到生死的门户，但你若要借着修行学道，人讲顺功不益，要安怎建功立业，更加佫较无可能。所以讲咧，咱着爱借着修行学道，当中咧慢慢来了解体会，对于内在要安怎修持，对于了着外往要安怎会当来行了着即个外在。这拢总是咱修道人的即个功课。但是咱人袂当无修行，毋过有一句话甲咱讲：摸着紧生骨，摸不着紧较修行啦。那么为什么有即句话？为什么有即句话？当然呢，摸着紧，因为你了解了着咱生命的元素。咱了解了着咱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伊是不生不灭。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咱所去下功夫的，当然就会有无共款的所在。所以讲咧，即句话甲咱讲，咱咧修行，你嘛爱有法度通找着啥物呢？生死的门户，会当找着了即个得道的祖师大德。会当传授了着咱回天的道，所以讲咧，咱来甲想，为什么替天神爱求道？好势拢想，想讲咱还未修道的时阵咧，拢感觉讲我若死来做神，应该袂歹啦。安尼你看，逐当拿伊的千手印安尼留日假，有当时安尼去刮香啦，安尼幽静啦，咱感觉讲真的就是。了不得的人，但是究竟替天神来讲起来，伊抑佫留落在即个轮回生死。
所以讲个气天神求道，无非嘛打即厝。哦，过去呢，就要听来讲气天神求道，因为即个是三座普渡神人鬼，哦，三朝普渡。啊，所以讲个气天神嘛，敢有即个即个机会当得到的，但是因要得到比咱人得到的因缘搁较少。各位姐妹，敢是安尼？敢是？是哦。哦，啊，所以讲呢，咱既然神就爱求道啊，啊，咱人袂当无求道。那当然咱求着道，当然嘛袂当无修道。哦，啊，修行学道呢，唯有就是一定会建功立德。哦，安尼呢，你对这个所在来下功夫，相信咱拢会当达到了解这个圆满。所以讲呢，伫修行学道，哦，应该是愈来哦了解愈侪。修持愈好，做的会愈济，正常是安尼啦。哦，啊若无一天一天安尼过吼，有当时啊，时间咧过敢有紧，敢有足紧的吼，真紧啦。哦，啊所以讲咧，毋通空度良心啦。时间咧过足紧，咱若讲依照咱正常讲哦，一天过一天，啊若搁当着人生的无常的，迄个足歹。会足歹暗算安尼吼，最近咱伫报章杂志看到，安迪几岁？57岁，伊的名声敢有好？演艺人员名声敢有好？哇，咱的名声佫比伊较歹，人拢捌安迪，咱也毋捌咱呢。搁咱汝阳公司汽车的董事长，严太，佮甲最近讲一个名嘴，伊嘛是敢若52岁，较少年咯。那当然伫因世间内底的地位、名望有好足好。严太太讲，敢剩4000几亿尔。才剩4000几亿尔。伫即个所在，其实讲起来，咱无非呢，嘛是爱家己做一个心思啦。心不带来，事不带去。那唯有就是讲，咱要安怎会当，伫世间来游乐世的地界。伫咱世间呢，就袂空走一回啊。所以讲，伫修道呢，咱一定爱真正呢落实伫内修甲外行。咱的内修甲外行，不过呢，其实是拢为着家己尔。咱咧做，敢是咧做前辈者的，敢是？是啦，前辈者若毋做，伊嘛袂成道。咱若安尼拼甲安尼，咱佫拼甲要死去安尼前辈者伊若无尽甲伊的责任去做，其实伊嘛袂成道啦。所以讲呢，个人修个人的，个人生死各自了。无论咱安怎做，安怎拍拼，安怎完完拢是咱家己的。所以讲呢，对于修行这条路呢，咱一定爱非常的精进，搁爱快马加鞭，无时间呢，咧过呢，会使讲是真紧。那当然呢，咱今日大家做伙来学习的，就是定理品第4。伫即个141页141页，我也算个第3章。好势呢，有家做好影片而且呢，显地色嘛而且嘛，好势念啦，咱敢袂爱念？好势念好啦因为有好势咧读个音，有可能嘛无准啦，若伊汉音啦，咱大家来看有，安尼了解就好啦。显地色悠人教者，探心观静，不动不起，长处地公，迷人不会，便集成言。如蠢假作，如是相教，故以在场。所以讲呢，伫咱修行来讲起，当然咱的功夫敢若爱用着，有哪爱用唔着啦。咱若用唔着，到最后你袂当连心变性。
共款，佮对着了解这个形式，当然呢，伫即句话来讲起呢，无非就是讲有当时咱伫修炼学道，要定着为人为着处境，伊就想讲来学一个禅定，人讲呢破心还心，无非伫当下想要当得到心灵的即个即个啥，即个清净。那当然有的人伊会感觉讲去做学坐禅，坐甲灵魂出窍，感觉讲呢，若像这嘛当真正来修炼，因为看会到嘛，感受会到，修甲呢安尼灵魂出窍去，但是伊敢有去家己了解？伫你坐甲灵魂出窍的当中，甲你的了解生死有关系无？这有爱了解咱爱了解，咱茫欢喜，讲我坐甲灵魂出窍，真正有影要坐甲灵魂出窍真的也不简单啦。毋过呢，你灵魂会出窍，但是你敢有心修？你敢有护法兄弟姊妹？互你准做讲，你灵魂会出窍，未来的成就只不过就是啥物？嘛是阿罗汉。因为你是独善其身嘛，独善其身无兼善天下，你无救度兄弟姊妹，无非就是自了法嘛，为着家己命嘛。若安尼时阵，你安怎会当了解生死？所以讲呢，重在啥物？就是咱一定爱度化兄弟姊妹。那因为或是伫即个清迈泰国，因为泰国是佛教国家啦。因对佛的虔诚，或是拢抑个对因袂得，真正对因袂得。因对佛的迄种的虔诚呢，迄种的雕拜，会使讲是非常的虔诚。当然呢，或是将这种的放个演绎啦，因为咱今仔日咱礼佛念佛，若会当爱去学佛，讲以前呢。安尼敢对？敢有需要？伫咱礼佛念佛的内底，咱来当去学佛去度化众生，安尼呢，才是咱实际得的。你阁会当记入入定，记得家己。若无你是入记成记名嘛。咱来当去学佛。倒出来度化兄弟姊妹，会当真正来修行学道，互伊未来自身会当了解着即个生死。那安尼呢，伫咱修行即条路，应该更加搁较圆满，更加搁较圆满。那当然呢，伫修行来讲，也敢有好修，敢有无好修啦，咱嘛知影修行足好。但是无好修，呢，咱嘛是爱修，咱嘛是爱修。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修炼的功夫呢，咱对着法门以外，咱一定共款呢，一定爱心性用功夫，咱袂当无心性用功夫。如果呢，你伫看心观心来讲起来，伫你禅定的时阵，你有法度人静，但是你离开着即个所在出去了后，你有法度人静无？这就爱看咱，介好是爱有啦。那安尼呢，咱的禅定才有够标准。若无真正的禅呢，其实毋是伫遮坐，其实是伫行住坐卧呢，咱拢有法度人形成。那安尼呢，讲起来。安尼更加更较圆满。那当然，伫遮呢，就是讲，逐组伊咧讲的，有人教做，看心观静，不动不起，常住地宫。就是讲眼观心，眼观鼻，鼻观心。那伫这个所在呢，来咧观迄个静，观迄个静体，观即个静体，那么呢？不动不起，也就是讲咱无
哦，重，因为你产顶嘛，哦，产顶就是安那呢，就是咱无有紧重，哦，那么呢，无有了伫一个起点，啊，伫即个所在借着即个汉心关节的当下内底，哦，来做为了伫一个产业。那当然伫即个所在来讲起来呢，哦，也就是咧讲，咱今日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本来伊就是一个清净的。那么为虾米佫有看心关节？看就是有，无就毋免讲看。既然你要清净啊，佫互你加一个有，那安尼呢，你才有法度达到了着看心关节。哦，所以讲呢，伫咱下底遮甲咱讲吼，即乌的吼，乌的义吼，心本不有，何心可看？哦，咱的静心敢看会得？咱的静心看会得？哦，咱的良心本性看不到，唯有当下，哦，你不实现不实恶的当下，迄个才是真正的心。如果呢，你佫产生了着一个看。哦，你要安怎看？我为着要教你一个静坐，我传递互你的，本来就无，你佫加生一个有，本来你就要静，那么呢，你佫生一个就爱安怎坐？那安尼是毋是？哦，更加好清净。所以讲呢，原本清净，原则不净嘛。你有一个原，就是讲伊本来就清净啊。哦，你佫教我爱安怎做，用一个方法，安怎去看即个静的体，那安尼是毋是有关即应？就是妄想加好，哦，妄想加好。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就是咧讲，哦，咱若是讲交代囡仔，哦，就讲某某人你去买卵，哦，去买卵若爱盘好哦，毋通盘倒哦。盘倒吼，这两个拢歹。你无甲交代便把甲交代了后，无定着伊会慢慢咧交代咧。我买这卵爱盘好咧，哦，盘无好吼，去互盘倒这卵拢盘。你无甲交代，人伊安尼盘咧，安尼，哦，安尼自由自在吼，安尼盘诶就当安尼。你即马无交代便把交代了后，伊就慢慢咧交代吼，我无盘好。无较细腻，较小心一个，哦，无若盘倒这两个盘，煞无交代，无交代，有交代煞颠倒，因为烧过了因心是因为伊自身伫迄个卵啊，无定着都无咧看，无咧注意啦，哦，结果呢，哦，结果盘倒，煞这两个盘，伊无生迄个心，你佫叫伊生一个心，你着要互伊静的，你甲讲你着爱安怎静？那安尼是毋是佫加一个安怎静？敢是安尼？哦，因为我会当安怎静啊，但是你为着要互我佫静，你佫教我安怎静。所以讲呢，伫即个妄想加法，哦，伫即个妄想加法，所以讲起来呢，哦，咱一定爱会当去甲了解哦，不动不去是压制。哦，话呢，过去前辈才会安尼吼。伊讲咱的无念袂修行，袂当有念，所以啥物代志拢毋敢想，安尼敢对？安尼敢对？对啦吼，安尼叫做空想，哦，安尼叫做空想，一个空见啊，空见呢，嘛就是，哦，嘛就是一个外道，因为安尼毋是正常，因为人本来呢，毋是像石头，毋是亲像叉机。咱人是有思绪的，哪有讲为着静，我一定爱注重我家己，因为你想本来是自然的嘛，哦，但是呢，讲我咧修行，我袂当受，我拢紧调，我拢控制，我袂使学袂上，那安尼变成是落伫迄个空想，落于了着即个圆空，那安尼敢佫有？那安尼就是落伫空想甲圆空嘛。敢是安尼？哦，虽然是无，但是毋过你为着要达到安尼，结果呢，你压制自己，毋是顺住了着你自性所流露的压制，
虽然伫当下你无受其他，毋过即种诶是你强制压制自己，讲我袂使学着烧，因为我咧修行学道，哦，我袂当动念就对啦，哦，安尼咧，对于修行来讲起来，那个是错误的，哦，那个是错误的，所以讲起来呢，咱对有了解不懂不起呢，是一种诶压制，哦，啊，咱即种诶呢，嘛无达伫咱真修实练诶人呢来讲起来，你去来，哦，因为这是真相，哦，啊，唯有就是个来去互伊拔掉诶，你叫拔掉诶，哦，讲叫你哦无念，啊，你无念甲无解了后，本来你做自然，做偏挖，哦，那么呢？哦，安尼一工过一工，但是你今日为着修行，哦，互咱来讲吼，听伊讲咧，当然敢若讲去面对一间寺院啦吼，因为庄脚佫较济，爱食饱就讲去上经，一日讲爱念几届，爱念5万届，啊念5万届，敢有时间通做工过？无啦，啊当然安尼就适合无做工课的老人家，啊无免再念5万届。哦，那么呢，安尼起来了后呢，我听你师傅咧讲，哦，因为身体也无好啦，哦，啊有即马吼，都要出门的时，就甲发一寡点心，发一寡吼半颗通，互伊安尼淡送一下，较袂伤枵吼。煞为着要上5万届，上甲茶嘛毋知通饮啊，哦，啊点心嘛毋甘通食啊，安尼咱咧甲上，敢有正常？哦，安尼就是搁加互你一个负担嘛，哦，当然就是讲，你讲一定爱5万届，啊你5万届一定爱念到到，结果你去安怎呢？你去剥夺你应有的，就是讲啊你若喙干。哦，安尼啉一下茶咧，保定就较紧要食一个物件者。啊，你为了执着了定，我一定爱上5万届，伊荒废了定，应该爱去做的。啊，若像安尼来讲起来，哦，变成你要去学一个禅定，哦，互你的身体较好。啊，毋过呢，因为你的做法思绪错误，你去主导伫5万届。那安尼咧，变成你就要执着啊，安尼敢有清净？安尼不清净吼，安尼会加紧张吼，因为安尼讲着搁较紧诶吼。我安尼吼，安尼若上千字吼，我5万件记一日念袂起来。啊，安尼唯有就是安尼，你煞去吼上经甲你拔掉。其实对于修心性的法门，明心见性来讲起，这样是错误的。哦，安尼就互伊加一个负担嘛。其实咱今仔会想要去禅定，就是讲，哦，我感觉我真足烦，哦，啊，我来三宝修持，哦，啊，我来静静，哦，借着三宝修持来静静，是要互你静心，毋是要加互你一个压力，讲你一定爱去念5万届，煞叫拔掉的，你的心才会紧张，敢会？我较早起来看法的吼，通来上经吼，安尼变成到时吼。会做啊5万届念袂到呢，念袂到呢。所以你要牵制掉呀，你的心煞无法度开去，哦，无法度静的，因为你煞咧担心嘛，担心啥？担心我5万届念袂到。啊，若安尼你今仔日上即个经的意义伫倒？福甘爱你一定爱甲念5万届，敢有？敢有？福甘会希望讲？这众生弟子啊，一定爱甲上经，敢有？没有。哦，当然啦，你若讲我时间较会使，哦，啊，当然啦，吼，啊，就来上一部经，上解无歹讲上互做听啦，吼，啊，我家己来当清净，当然嘛是会当啊，哦，嘛是会当，但是你毋通因为安尼去执着伫迄个数字，你互伊拔掉的，那安尼本来要得到清净自在。煞因为有所主导伫这个所在，煞失去你上经的意义。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变成出错。哦，啊，所以呢，伫这遮咧讲呢，
无非就是要互咱明心见性，菩提自性本质清净，清净。但是呢，因为咱的即个禅定清净的方法错误，所造成咱是一种心理上的负担，自性。心有负担，自性敢会清净？敢会？不会哦。因为心有执着，你的灵性不会清楚。你的身，你的心呢，无法度自在，都会起起来。你做代志就会起起，你就无法度达到明心见性。所以讲的伫后壁，即句来讲，能直下见性，顿得完成，即个实际业障呢无碍，无碍。所以讲起来呢，咱六祖观顶在讲起，伫六祖拜五祖的当下，是毋是伫遐着了解六祖有见性啊？有无？头仔遐嘛伫行有品，就已经知影六祖有见性。请问，六祖是安怎成就的？伊敢有坐禅？敢有禅定？没有。伊观经内底伊无教你坐禅，当然伊毋是讲坐禅毋对嘛，毋是讲上经毋对，但是伊无教。那么伫无教的内底，伫即句话甲咱讲，能直下见性，伫当下内底，你已经了解了得自性迄种圆佛陀光灼灼、菩提本质清净的当下，你已经契入清净的本体啊。修行是要看着你，就是要互你达到清净的本体。你都无经过任何的法门，伫当下，而且甲咱讲的直下见性，哪有个法门？法门是要协助咱去除本来无，恢复本来有的迄种清净啊，清净啊。所以讲呢，你饭面食饱了，你敢袂搁食？若讲有较好食，食饱毋免搁食，食饱毋免搁食。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因为你已经契入到你的本体，当然你了解，它是圆佛陀光灼灼，它是已经达到圆满的。那安尼呢？为什么你来个照着这个上经礼佛？虽然讲道不用心嘛那么但无污染。你已经就是这个污染已经无去，已经所谓的明心见性。甲悟了解这个本体啊，恢复到着这种圆佛陀光灼灼啊，那安尼你爱搁用啥物法门呢？就不要了。当然这个法门来讲起来呢，其实讲嘛就是应兄弟姊妹的需要，当产生了着这个法门的意义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一定爱去了解。那当然呢，伫言教上下，伫言教上下功夫，无有心相应。那修学无从心念做关键的功夫，那就是说实这个书报空谈，没有。所以讲言就是文嘛，言就是文。言就是文，那么咱大家共同来探讨研究，照着我研究，照着言语，那么咧文字了解着了后，我要安怎来修行这条路？所以讲呢，这个文言在道，文非道，伊这个言文字只是讲要安怎引导咱。你像讲，咱今仔日做伙来学习啦，还是咱私底下啦，咱有去研究，无非是要照着伊来指引咱安怎去做，要安怎去做，毋是伫即个言上内底、文字内底咧下功夫，是互你了解你要安怎修行，要安怎修行，就是爱从心开始。为啥要对心开始？
为什么咱修道讲要调摄心？调色？为什么要调摄？因为心高意慢，心高意慢，一天安尼到暗吼，佮醒起了后吼，就伫咧想，敢是敢有当，思绪敢袂当，看咧困的时有当咧会做乌梦的吼，好，咧困莫甲散，我来天光了后，我醒起了后，迄个思绪不断，迄个心念不断就对啦，无论好甲歹。互伊做好诶，定较想，你敢会感觉爽快？我嘛毋爱想啦，但是都毋知咧安怎，你控制袂牢吼，一直咧想，吼，若歹吼，歹会佫较严重，因为歹是烦恼嘛、行嘛，迄种就较无好。但是呢，咱今日去修行学道，无非就是要了啥心，因为心高意慢，你无法度甲生意会了啊！咱研究了着道理，就是要了即个心，我会当毋甲心，我要甲调回人过，也就是讲比一个呢，有当时咱人吼烦恼足济啦，迄个无啥物事烦恼，毋免烦恼的，嘛免烦恼，若佫该烦恼的，也佫较烦恼，所以吼做人会足艰苦。但是呢，咱烦恼佫袂解决代志，煞加负能量，产生负能量的尔，敢袂解决？袂解决呢，咱搁前呢，敢是安尼？相信咱有当着代志，毋是已经解决了，无咧甲想的，是有当时无法度解决，准拄好去的，到尾敢会袂记一去，嘛是会啦。会袂记一就好，你敢毋较紧甲袂记一？你敢会咧想，敢安尼有理无通吼？用时间来甲淡化去，迄个伤心艰苦偌久的，你敢知影？其实咱今日感受了着即个道理，要看伫迄个当下内底，当你见闻甲你的当中接着触境的时阵，你有法度调来你的心。所以讲有当时感受到，你咧修行的人。伊有法度调入即个心，伊的烦恼会减少，伊看较会开放，较会合。咱修行若修甲看袂开放袂合，佫愈严重安尼就毋对当然咧感受道理，毋敢讲当下，就拢去有法度放下。但是照着道理考验咱人的心情，了分明，当我。去接着、看着、听着的当下，我有法度当下了分明，但不起疑念，还是讲起迄个念，比前界佫较少，佫较紧就无去的。那安尼是毋是进步？安尼咱人啊，心情啊较轻，敢有较快乐？敢有？有噶。咱咧学就是要学安尼咧，就是要学安尼，所以有咱伫即个所在，甲咱讲的，咱修行学道，毋是伫言语，毋是伫遮讲啥物人讲了做好，啥物人讲了做歹，啥物人的文章较好，不是这样，伊是照着言语了解着了后，教咱安怎去下功夫，下功夫，亲像咱傅建林伊讲即个金刚经，其实伫金刚经来讲起，伊就是咧扫相，因为伊有讲，凡所有上皆是虚妄，伊就甲咱讲啦，就是一种虚妄不实的物件嘛。你去甲伊想较济要用啥？你就是在扫相。当然咧，咱今日去修学道讲道理讲着心，就是要互咱下当真正调入了个心。那么呢，而且甲咱讲，咱嘛若要对心念，去甲伊关照，因为咱要调心相应，要看咱真是啥物心。你若无透过着关照，去了解，咱真是存啥物心？是好的心、坏的心、烦恼的心、痛苦的心，有种种无好的心，你关照了后，照
就是照亮，把它甲伊照出来，甲伊照亮出来，咱的内心即马是到底存啥物心？你存啥物心，你就爱用啥物功夫。你所以讲咧，咱若无经过了着关照，要怎关照？当然啊，咱咧关照就是爱以真理为依归啊，毋是用咱的意识为依归啊。所以咱咧追求真理，就是咱希望咱会当照真理去做，毋是用咱的色心，那么用咱众生的心，开众生的知见，用众生的心、意识心，所以讲咱众生的苦就是用安。咱来讲关照，用真理关照了后，了解到，凸显了家己对的好甲歹，好的保持，歹的要安怎照着道理来关照。伫修行内底，修行我有拍拼，伊伫即马爱上咧推一个迄个开荒破火种，当然呢，伫即段时间呢，出去访亲的当然呢，比过去也搁较密集就对啦。有迄一天访亲3、4个、4、5个嘛，咱新领人咧讲最近哪有感觉咧修炼啊？我随想看咧，讲过去大家拢硬好的就对啦最近哪有感觉咧修炼较手几十单你敢知影？所以讲咧，其实啊真正修行就是办佛事嘛，就是出去就是度人救人嘛，讲道理嘛。度化兄弟姊妹嘛，鼓励兄弟姊妹嘛，这就是咱毕生的志业。修行若要注重修，要注重推动道路，修己度人呢，家己当作是咱的工课。其实讲起来。